刻阮的心，求你圣神亲自来保守看顾，因为你对阮讲话就是开力，所以阮意爱要互主你来引带，愿你的话亲自来激励、来束缚，也来指导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讲甲听的，大家拢彼此得到造就。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今日这个主题叫做“恁是福音的见证人”。咱伫圣经福音内底有几啊位，拢有咧宣告耶稣基督，伊做宣告，伫告我了后，有一个大使命的宣告。咱上届印象深的，就是马太福音的上尾啊，马太福音28章的上尾啊。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站是一段故事，也是一段记事的后壁面。毋过内面嘛藏着同款大使命的宣告。咱通过无同款的经节来对照耶稣是安怎会伫这门徒的面前做这款的宣告。路加24章的44节到49节，这段是耶稣是最后宣告的话啦，小等下咱会通各做一遍学习，咱会通对这的经节看见耶稣基督伊告我，甲学生显现见面，然后咧就上天。伊甲这个上重要的任务，就是宣扬福音。第二就是建立主伫地面上的圣会、教会，用这个称做耶稣基督上大的一个使命甲交托。咱伫看到这个经节了后，咱就知影耶稣基督伊有一个足重要的宣扬福音的救赎的计划，要互这个所有门徒。这个门徒因事实有一个弊办啦吼。咱若注意先看这段伊讲48节讲，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恁就奉伊的名来传悔改，得到赦罪道理，讲对耶路撒冷去到万国，恁遮拢是见证人。用恁去开始，恁要做见证人，但是伫见证人的尾仔句，伊讲。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就伫这个城听候，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安尼就是耶稣咧宣告讲，我要上天到天父遐，我要找圣神到伫恁的中间，恁都爱听候。所以恁这个见证人任务已经交代啊，但是恁要用什么办法来见证呢？讲我要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啦。这是一个次序，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意思讲做代志会成袂成有开力无开力，就关键伫遮，恁都爱听候对上帝来的圣神安尼咱拢知影讲，伫1865年啦5月28，马国医生甲3个助手，叫做陈子路、黄家志、吴文水。因是对下门坐船登陆来高雄的气候，6月来到伫台南的看西街。原始的意思是讲伫西门城外啦。咱知影讲西门咯，就是较早的城的西门嘛。外面搁去到运河遐，拢是城外就对啦。城外是啥？城外是一般的老百姓，包括伫运河在做运搬、咧载货。遐个街路、遐个街市啦，伫迄个所在租一间店伫遐来开始医疗传道，到今年已经157年啊，有够紧咱几年前来庆祝150周年安尼。我会记得，伫差不多9年前啦9年前。牧师呢，因为有参与到咱总会迄个历史的委员会，专门咧收集咱长老教会像对这157年来的历史有机会就甲一寡历史委员呢
去到英国，啊，阮家号做找根之旅啦，哈，寻根之旅安尼。啊，就去到英国的伦敦，因为迄个所在是当时咱的长老教会总部，啊，找遣宣教师来到咱台湾宣教的一个总部。啊，迄个所在有真侪因的历史馆，吼，真侪史料，啊，去遐参观讲，因的史料安怎收藏就对啦，吼。啊，有一寡宣教师的墓嘛，去遐看安尼，吼。啊，然后呢，哇，就租一只游览车，吼，伊直走，啊，对英格兰，伊直开啊到苏格兰，吼，苏格兰。因为当时虽然是英国长老教会，也毋过呢，遮的宣教师拢是对苏格兰迄边的长老教会派来。对孟雅各医生、哈甘伟林牧师、李修牧师安尼，啊，所以呢，因的背景是对苏格兰长老教会所训练出来，啊，所以阮就去走去到遐，啊来看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才宣教师的历史安尼的，顺找紧就对啦，吼。啊，其中一位出名的宣教师，就是咱台南新人院的创始人啦，叫做巴克利牧师，伊就是对。啊，这个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吼，是一个足出名的迄个工业城吼。啊，阮伫遐咧参观的时阵，住伫迄个格拉斯哥的附近的这个火车站，足久的火车站的附近的一间旅社，所以阮迄天迄暗就大家讲小带啊来去到迄个火车站，讲要来凭吊啦吼，也是讲来回顾啊。巴克勒牧师伫1875年，吼，啊，伫迄个车站，或者乡亲教会人士甲伊欢送、唱歌欢送，啊，坐火车开始去到迄个海港，啊，坐船，啊，来到即个厦门那个坐来到咱台湾宣教，啊，迄感受真深啦，吼，咱都定伫咧册内底写看，啊，真正看到迄个现主席的地就是车站。啊，嘛有去，伊当时参加迄个格拉斯哥迄个礼拜堂，伫遐礼拜的所在安尼。那19世纪，宣教师因就是带着即个福音见证人的使命，安尼千里迢迢就对啦，远渡重洋，吼，来到游玩迄阵，还佫足原始的台湾，也无现代设备，吼，啊，迄个网通啊，迄个。卫生拢无好，啊，所以因来到遮实在是足大足刻苦的。也毋过因就是推着即个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宣告来到遮。啊，我会记迄阵去参观迄个火车站嘛，真古典啊，这是个车站的大门口，吼，大门口迄个格拉斯哥的火车站安尼。啊，内面吼，因为苏格兰较纬度较悬啊，所以因的厝顶吼。毋免看甲肉，就用迄种透明的迄个光照安尼。啊，伊个火车吼到遮都尾仔站嘛，啊，所以吼头前就无路啊，啊，就到遐开始出发安尼吼。啊，这是因的火车，啊，因的火车站啊，整理了已经足现代化啦吼。啊，迄个车站迄个告示牌啦吼，啊，停靠的所在，啊，这是因的迄个车站前的迄个点啊吼，啊嘛真水安尼吼。啊，这个巴克勒牧师，伊是1849年啊到1935年吼，啊活到80几岁安尼。伫咱台湾咧有真侪伊服侍的所在啦吼，啊咱是敢若甲咱带过，互咱知影讲，伊即个宣教师安怎诚做啊，即个福音的见证人啊，是互咱真感动的事吼，啊，互咱真感动啊。伫咱即个伊所做的工内面吼。有真侪即个真重要的事工，像拄则咱看见即个，就是伊用白话字啊来写真侪诶，才会册印真侪册来教导当时咱台湾诶即个所有诶遮个百姓啊，遮个信徒，啊，搁有咱看见伊吼，伊是翻译新旧约诶圣经，有翻译新旧约诶圣经啊，伫遐来。互咱较侪来认捌上帝话，吼啊！伊是差不多已经六十几岁啊，吼啊，才开始来翻译圣经。后来就是伊伫
台南新人医所创设的新人医，对迄个时阵就开始培养真侪学生吼，真侪的学生啊，伫遐诚做伊即个门徒啊，四过去传福音啊，这是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吼，啊，这是第一台印刷机啊，最近呢，即台印刷机哦，原本迄只哦吼，毋是仿的迄只，伊搁摕倒来伫台南遮咧展览啊，经过咱政府吼，迄阵安尼足好意啦，甲咱迄只已经放几啊十吨啊生鲜吼，啊袂用一啦，都会看一下啊，摕去迄个高雄前科学工业博物馆遐，因搁照迄个图甲伊修理，迄个螺丝吼，遐的迄个车床啥货，逐项拢甲整理好，即卖会用一咯吼，会定用一，啊毋过可能普通人袂当操作啊吼，啊伊就是过来倒来咱台南遐咧展览安尼，啊这拢是当时巴克勒牧师用着伊真侪功夫所来做成的吼，啊这是咧翻译白话字的圣经啦吼，翻译白话字的圣经，伊甲一阵伊的这学生吼，啊这啊。当时咱对台语真内行的，啊，拢做伙来翻译安尼。啊，这是白话字圣经创世纪的头一页。啊，当伊嘛到处去传福音，也建设教会。啊，这张相就是巴克勒牧师举一支猪头吼，啊，伫迄个基后啦，基后迄间。当时马可医生定律的所在吼，嘛会使算讲咱台湾的头一间礼拜堂，除了太平间以外，就是伫基后，啊伊伫遐即个动土吼，啊准备要来起礼拜堂，啊这是迄个礼拜的情形，我百几年前啊吼，啊佫有即个相片，实在是足无简单啊。当伊当时嘛创设，除了公布以外，伊嘛开出。第一间吼的印刷厂、印刷所，啊叫做自叮咚印刷所。啊，这间厝现在无去啊，已经拆了去啊。就是现在新人院的迄个图书馆的边啊，啊，毋过真宝贵啦吼。这个地现在起做历史资料馆，就是咱现在的迄个咱台湾长老教会历史的这个档案馆吼，啊，实在是真有意思。啊，这是年老吼，啊，遮个门徒、遮个会友，你去看伊吼，你看别个牧师，伊穿牧师服，但是伊骹吼已经砍一领毯啊安尼吼。啊，这是伊甲伊的牧师娘的即个相片。伊的牧师娘为着甲伊做伙同工，啊，对英国来到台湾，但是伊后来有生老瘤啦。啊，转去英国医了吼。伊阁毋甘讲留在遐来养病哦，伊阁对伊阁倒转来台湾要拍拼要做工，啊无拍算，伊毋敢坐船啦。迄边吼，巴克勒牧师带牧师娘呢，对登陆过来英国啊，过来法国啊遐坐车哦吼，对欧洲坐火车坐西伯利亚，啊西伯利亚坐到东北。哇！中国的东北开始身躯咧无好势啊，赶紧坐落来当时上闹热的上海，要搁甲医啊，啊毋过后来都无法度啊，怎伫上海过身去？啊，伫上海过身呢，怎待伫迄个上海遐有一个外国人的梦，啊，巴克勒牧师孤单一个倒转来咱台南。啊，所以伊就无搁带吼，后来留伫台湾嘛，过身伫台湾。啊，伊的梦现在是伫咱伫迄个基督教光芒内底，咱台南的基督教光芒。啊，伊甲伊的牧师娘呢，啊，结婚了，继续签即张献身契啦。伊写一篇16岁时写伊的献身文，啊，用迄个足古典的英文写足水吼，足潮足济。啊，当伊牧师娘甲伊结婚了后呢，伊嘛甲伊做伙签名吼，甲伊做伙签名。啊，所以现在东门教会，其实当时就是遮个新人院啊，遮个师生吼啊，礼拜日
想讲有一个所在继续来栽培传福音，所以后来因就设东门教会，东门教会伫遐。啊，是打初开创的时阵，就即个巴克勒牧师娘伫遐来甲因做伙同工。啊，所以你若有机会去东门教会，嘛算咱的母会啦吼。现在上大这大礼拜堂足看足大的吼，是咱对咱遮去是正手边。事实倒手边佫一间细间啊，真古典、真水的礼拜堂啊，小礼拜堂，伊叫做就是即个伫纪念吼，纪念即个巴克勒牧师娘吼，伊丽莎伯伊丽莎白的即个纪念礼拜堂吼，啊来纪念讲伊安尼为着听主听翁婿伫上海来过身去。听讲后来有人去转去上海要找看迄个墓有伫咧无？你知影讲经过中国共产党统治，佫文化大革命吼，要找出迄个墓，毋知是有困难度，毋知以后有机会无啦吼，有机会无？他巴克勒牧师对咱即个台南吼，毋是干遮个传福音文化的贡献呢？上大的贡献是啥物？伊是临危受命啦，临危受命。伊就是接受台南的遮个士绅，就是咱遮个头人嘅拜托，讲当日本军要入来台南城，日本军已经对北部拍落来到南部啊，嘛对南部拍起来到台南啊。因已经差不多规个台湾拢已经稳当当啊，就对啦，都差你要交出来，也毋交出来，若无伊佫加拍一场也无差，准备要甲台南吼，来拍互倒放火甲烧好了，安尼才佫定来啦。咱台南的遮个乡亲讲哇，即声这时代要佫抗争已经袂赴啊，因为老永福已经离开啊，所以因就拜托外国人巴克勒牧师，讲你看会当代替阮去甲遮个乃木将军吼，来甲伊讲和一下，讲阮无要做啥物反抗，你毋通佫伤害阮台南府城。所以迄个故事就是，即张图就是巴克勒牧师带一群人举火把，对咱小西门遐往南行到二站巷溪啊，行到二站巷溪，伫遐乃木将军伊的军队对邦寮拍起来，伫迄个所在讲，阮要甲你来做一个讲和，恁毋通佫开炮，也是讲开枪，茫放火烧台南府城，就安尼伊平安互台南会当真顺遂，无拄着即款即个伤害，台南的府城的百姓房屋、厝体、财产都无受到伤害。这是现代人甲画图伊即个甲乃木将军伊做伙讲和的故事安尼。我来看起讲100多年前的宣教师，因就是用着即款福音的使命来到台湾。现在即个咱嘛知，拄则咱的即个主龙师咧祈祷的中间嘛，讲起着，对昨昏开始，台湾用过入去到伫民俗7月啦，咱叫做鬼月，鬼月的即种行刑，也是讲祭拜禁忌的时阵安尼，即个鬼月也正式开始。事实，咱以前有一段时间，咱讲不理他啦，这因要拜骨在伊拜，要去普渡骨在伊，咱莫插就好啊。但是慢慢这年来以来，咱感觉讲百姓在惊啥？因你讲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控制嘛。咱基督徒是毋是也只有这个机会，来见证迄个平安的福音？所以慢慢这几年，咱足侪的所在拢办迄个平安7月的演唱会啦、闹热啦吼。咱台南我知影讲，伫迄个归仁遐最近伊嘛要办一个活动吼，伫一个较属于较快乐的、欢乐的唱歌来表演，要来带这百姓互因无阁受到黑暗势力这鬼神的惊吓，甚至因是去照伫倒位呢？照伫迄个经庙的头前要办啦吼。这就表示讲，阮基督徒无甲恁看轻，甲恁排斥。阮基督徒嘛真慎重，知影恁有拄着即款台湾的民俗的即个合作，阮要甲恁做伙呢，我要甲恁做伙来面对这拄着挑战的时阵，咱要见证耶稣基督甲咱同在的平安。所以
即个百姓受黑暗的较济、较困迫，有普渡、有禁区，咱拢真知影讲，哇，即个7月毋通去耍水啦，7月毋通安怎，毋通这毋通迄惊甲讲好兄弟一大堆咧讨价就对。咱基督徒讲，7月毋是鬼月呢，7月是平安月。我有主耶稣甲我同在，一切惊吓就无去。这是为着福音咧做见证。咱倒转来，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啦。咱知影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耶稣的即个宣告真简洁，所以咱大概用这段经文做咱的一种的即个标准耶稣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讲，耶稣近我来对因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办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恁去招办百姓，甲因行洗礼。搁来讲，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恁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恁教是因守，我要甲恁伫地，表示讲毋是互恁孤单家己拍拼啦，我要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咱若要讲，今仔日的主题经文是耶稣的大使命的宣告另外一段记载就今仔日咱的即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咱会记得牧师有捌伫这个过节的时阵会讲这段经文。事实的经文的线接就是安怎呢？就是耶稣两个以马忤斯啦，要前往以马忤斯的学生伫路顶咧行路咧怨叹咧烦恼咧忧闷是讲耶稣已经受定时价咱才会再来靠下一步要安怎行？无圣经有记载讲耶稣甲因显现有无？甲因讲话讲一困伊拢毋知影，即个是耶稣啦。无就去到一个乡下逐个做伙食，在食饭的时阵，耶稣讲八饼，来感谢，然后学生目睭开讲原来你是老师哦，你是先生啦，迄阵认捌出来。耶稣开始对因讲这个话，甲因显明这个道理。这个经节这段经节，咱所读的44节，就是耶稣伊甲因显现了，学生嘛讲一面是安尼足戆呀，足着惊嘛，足欢喜就对啦。因倒转去因搁倒转去到伫学生的所在啦，因倒去到伫阿拉撒冷，甲这个甲彼得因这个门徒报告，报告讲我都拄着耶稣啦。因拢无要相信，搁伫遐咧犹豫这个时阵就是耶稣对因显现的。咱是干那读44节，实际是对36节开始啦33开始，就这段话我小读者，互恁知影讲，谁啦？耶稣后壁讲这个话，因就是迄两个学生啦，立刻动心转去耶路撒冷，伫遐因看见11个使徒甲另外一寡人聚集做伙，拄仔咧讲主真正告我已经显明，互西门看迄两个人呢，也伫路顶甲所拄着的，甲因怎样伫主八饼的时阵认捌你的经过，来甲大家讲。迄两个门徒呢，讲这个代志的时阵，耶稣亲身就是显现伫因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当因也惊也喘，想讲是看到鬼哦耶稣甲因讲恁安怎不安啊？心内哪会焦疑？恁看我的手，我的骹，确实是我。恁望就知，因为鬼无骨无肉恁望看嘛呢，我拢有安尼。这道咱有想到无？想到讲另外一个所在记载讲多马有无？讲我若无望到伊的相分，我就无去信啦。所以无共款的所在咧纪念，共咧纪念这个事。然后伊讲了，就将伊的骹甲手伸互因看，因欢喜甲毋敢相信要感觉奇怪的时阵，耶稣就甲因讲：有啥物通好食的无安尼然后就伫遐介绍另外一种圣餐的意思啦。因提供一尾烘好的鱼互伊，伊就伫伊面前接去食。伊是讲若几分都毋免食物件，我食互恁看就对啦搁来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主题经节第24章46节，耶稣安尼开始宣告，伊讲圣经有记载安尼讲，基督要受苦难，第3日对世人忠告恁就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道理，对耶路撒冷
起到传到万国，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当这个经节咱收接起来啊，耶稣先对两个门徒显现伫以马忤斯，然后过来显现伫这学生的中间。伫这时阵，耶稣宣告这个话，他讲恁爱做福音的见证人。这个话毋是干那咧讲就煞呢，耶稣拢有一个铺排哦，有一个铺排。第一就是，因这学生拢经历到耶稣受定嘛，耶稣死搁埋葬嘛，遐个经历是伊家己亲身经历到的，所以因当因见证到耶稣过活的时阵，伊知影讲，这个毋是一个人会当做会到的事。所以意思讲，我著亲自经历，我来做见证才有气力。但这气力还无够哦，就拄则咱读的这段经节的后壁面讲我亲自甲我爸所应允的，要互恁。所以咱注意看，这个话有几个重点啦，咱搁整理归纳这三个重点。耶稣宣告的重点，第一就是讲，恁会领受到这个告我甲救赎。讲这是摩西律法、先知书甲诗篇所讲有关耶稣的每一件事，拢要安怎要实现？就是甲头前旧约的预言，甲耶稣所传福音的经历、天国的福音的经历，到伊受定、死、过活，然后对因显现。这学生甲遐所有救赎的真理，伊目睭看，家己经历。所以你有看到啊？你知影当要怎做见证？靠你家己人无要信你啊，对不对？你什么人？你讲的，即使真的我啥都爱相信你。这就是伊的坎站伫遮嘛。有人真侪要做证人迄法官讲你是什么身份啊？你会当证明啥？所以咱要做见证人，毋是你袂得到就会使哦。你是真正经历过，然后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做备办应允。第二部分，讲到爱奉主的名啦，会记哩？奉主的名，毋是你四界讲天花乱坠，你爱奉主的名，甲悔改，甲赦罪信息传开，恁是见证人。恁亲自得到拯救嘛，告我甲拯救嘛，恁会甲这个道理传予人，恁是做见证人，是赦罪的道理，爱奉主的名，然后就是这段经上重要的关键，也是咱圣神降临者定下咧讲的道理。主要亲自甲上帝所应允的什么，甲圣神赐予温度，而且要伫声按因伫声来听候，直到迄个对顶面来的能力临到。意思是恁知这应该无问题，但是毋通安尼啦，代志安尼紧速速也无要准备，恁会晓讲无够，恁若无圣神的开力，恁做的是空嘴报纸那定，要证明耶稣基督的拯救，真有圣神的同在。所以整个的道理，咱对遮看见讲，耶稣的基督的拯救的道理，拢有一个真水的安排。然后学生就对迄阵开始传福音，到伫拄则我开头所讲的，这宣教师因对英国来到咱中间，北部马偕牧师是对加拿大来，这个人拢继续成就着上帝所应允的圣神福音，互因对上帝领受去顶面来的能力，所以去到逐位所在毋是一个普通的人咧见证，毋是一个普通的人咧讲这个话，是有圣神的开力甲因同在。今仔日咱基督徒伫这疫情慢慢的减轻的中间，咱还阁开始启动咱传福音的这个责任甲使命。所以大使命是一顿基督徒群策群力的毋是安尼单打独斗、清清彩彩。所以呢，咱兄弟姊妹，你逐个人信主的经过，拢有一篇真好的故事，对无？真侪人会当做见证啊！你的故事拢无相像，但是咱知影讲。咱定体悟到，每一人信主的过程，拢有迄个决志信主的关键的时刻，到处拢充满着上帝奇妙的带领。
所以我毋免讲，免讲神，我提你就知影。有的人是伊的先生甲引出来，有的是太太甲引出来，有的是爸母细汉栽培的，有的是经历到一个安尼走投无路的时阵，突然间一个天使，上帝差派的天使，甲伊讲：啊，你拜透透啊！啊，你甲佫一个无拜哦，耶稣无拜，你要过来无？话都安尼尔。有的人是听到一首诗歌，听了流目屎；有的人是拄到真侪基督徒好见证，啊，这些拢是，就是咱会使讲，传福音毋是一个安尼凊彩就发生的啦，是一个上帝足奇妙的安排。基督徒是群策群力来做工，然后你的关键时刻，拢是一个人讲神圣时刻，上帝予你，啊，这无逐个人拢共款，也毋过主伫你的心上定落这个记号，所以迄个关键时刻。你有想到无？到底你当初信是安怎来？有伫大学的时阵，伊的同学带伊去教会，去参加团契，真侪拢无相像。但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可能咱捌看过。伊讲历史上上奇妙的一段故事啦，就是福音传承的经典啦，就是有两个。近代历史出名的布道家，一个叫做穆迪，我听过穆迪，英国的穆迪；一个时尚呢，就是格里汉，几年前才过身。因咧写讲，哎呀，穆迪英国啊，这个格里汉伫美国，啊，咱哪有啥物关系啊？这段故事咱可能捌听过。伊讲有一个做鞋的师傅叫做金宝啦，金宝当然毋是咱台湾话甲号做金宝，金宝咱台湾话足好听伊是 Kimbo， 啊 Kimbo 伊咧卖鞋啊，但是看起来是一个安尼无兄捌的人诶，啊，毋过你来看，这 Kimbo 伫伊咧做鞋啊卖鞋啊中间加一个叫做穆迪的传福音啦，穆迪后来成做一个出名的布道家。你甲想讲上帝哪会用一个卖鞋啊？啊，这个布道家后来呢，遐尔熬做工呢？啊，这个穆迪呢，后来又甲一个叫做梅尔这个名咱就听过就好，甲这个梅尔传福音啦后来就金宝传落穆迪对无？穆迪传落梅尔，过来梅尔一个叫做查普曼传福音，啊查普曼过来甲一个叫做比利商在这个比利山地叫山地就对了，礼拜这个意思啊，甲这个比利商在传福音。啊，这比利商在过来感动，有一个叫做韩莫迪改，韩莫迪改，后来韩莫迪改后来伊受感动，伊来到美国一个足庄卡的小镇传福音啦。有一个当时一个闪闪关关的在做事的一个人，行到台前来决志，这个人就是格里汉。这人就是格里汉，后来真侪咱，因为伊做布道家了，有迄电视嘛传播啊，所以目前是有史以来更上侪人传福音的布道家。格里汉伫迄个蒋介石过身了，有来咱台湾啊，去台北布道啊。迄阵民国60几年迄个时代啊，伊真是一个历史上上伟大的布道家。很少诶，你有看到这个故事真趣味迄个一个金宝的卖鞋仔人，伊就干那奉主的名传福音，然后经过几啊层，竟然传来到传互迄个穆迪，穆迪佫传来到格里汉，你会感觉讲这有真奇妙。所以圣经内面嘛是有啦，圣经嘛有记载人的信主是透过人的引介咱较出名的有这安德烈，伊先认捌耶稣，后来伊带伊的兄哥彼得来捌耶稣，所以意思讲安德烈是一个较无遐尼出名啦，无遐带头的人，但是伊都敢若会晓带因兄哥来，带彼得来，彼得就成做耶稣的上重要的学生啊。彼得后来咱无看到《使徒行传》讲伊看到伊一个异象，去传福音互哥尼流。咱嘛看见
有一个腓力伊传福音予埃提阿伯埃提俄伯的太监。圣神甲催逼讲，你去啊！有一个太监，迄种太监毋是咱中国迄种太监，是一个官的名就对啦咱嘛知影讲，保罗性情是咧迫害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但是上帝差派阿拿尼亚甲保罗传福音。你要讲这个小故事，互咱兄弟姊妹知影。你毋通看轻任何一个甲人传福音的机会啦。金宝伊哪会知影讲，伊竟然传福音会互两个世界伟大的布道家拯救遐侪人的灵魂。金宝可能伊大概传福音，毋知几个人毋知啦，有几个足好啊啦，对无？但是呢，上帝运用伊的传播，互这个布道家对伊的手传出来安尼。兄弟姊妹，咱有一句传福音的理念，这句话我真爱。伊讲啦。若无咱，上帝嘛会当做正大的代志啦。没有我们，上帝依然可以成事。但是呢，若无上帝咱就无法度能独立来完成这个事。意思讲上帝伊若要照伊的旨意来完成你人毋免插伊都有法度啦。但是上帝是爱咱甲伊同工所以当咱要做的时阵，咱无法度像上帝做遐大，所以咱会靠上帝，咱会倚靠上帝来完成这个事啦。所以，咱知影讲，这个阿汤哥演的这个电影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对无但是咱知影讲，基督徒传福音是一个可能的任务。上帝大使命将这个福音的任务交予人，但是伊无交予你，讲迄搁在你去舞你的代志甲我无关系伊无袖手旁观，伊甲责任交予咱，嘛亲自来帮助咱。就算咱有惊吓犹豫，但是咱。若接受上帝呼召，伊有缘甲咱同在。所以当咱拥有这个至关无上权柄的迄位差遣咱做代志的时阵，咱嘛共款领受这个权柄。所以兄弟姊妹，金宝领受这个权柄，伊传予这个出名的这个目的安尼。兄弟姊妹，上帝将大使命托付予咱，要互咱成做伊的见证人。咱的小会有决定讲，疫情慢慢稳定落来，咱今年第5期的幸福小组要搁开始。咱真欢迎兄弟姊妹，你若有亲像金宝这款的心，你若有亲像安德烈这款的心，你讲我要带这个人来，剩的交予上帝，你责任到，上帝就要用你，因为你是福音的见证人，是亲自看见耶稣显明恩典的祝福的。兄弟姊妹，咱要严守圣诗，然后再来祈祷，然后要准备做。